因為能夠殺死穿過冷氣嘅隱藏式飛沫，澳洲製造嘅技術正喺全球引起轟動。噴灑後只需幾秒鐘，專家證實佢可以提供真正嘅保護。喺經歷咗幾個月嘅疫情放緩期，大家嘅生活終於重新加速，但病毒仲未消失。當我哋返到健身室、學校或者辦公室嘅時候，傳播嘅風險又會增加。冷氣系統就好似建築物嘅肺，建築物從肺部呼出嘅氣體就係大家吸入嘅氣體。新冠病毒飛沫可能會被吸入冷氣系統並重新循環，進一步傳播病毒。而澳洲製造嘅 Airys 生物活性濾網處理劑可能係一個解決方案。佢可以有效對抗細菌及真菌，同時殺死新冠病毒。從顯微鏡下可見，未經處理嘅過濾網使用1年後布滿細菌及污垢，而經過噴霧處理嘅過濾網就乾淨好多，對比非常明顯。所有附喺過濾網上嘅細菌、病毒、污染物，最終都可能進入空氣循環系統。巴士係密閉嘅室內空間，美國已經喺370架巴士使用呢種噴霧劑。我哋必須竭盡全力減低新冠病毒嘅傳播，同時都為越嚟越多嘅澳洲企業提供同樣嘅安心。喺我哋知道呢個解決方案之前，因為唔可以確保空氣安全，我哋擔心唔可以繼續營業。呢款噴霧可用於大多數冷氣，包括常見嘅分體式系統。作為非完全防護手段，呢款噴霧可有效增強現有防疫體系嘅薄弱環節。針對新冠病毒，每項安全措施都係至關重要。